好，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的节目。你俩礼拜强下来关心你个心肝希望哦。上礼拜你讲到当到的真挑个问题，个俩礼拜你也咧讲，到底用迄个保护的你七讲吼，强绕墙都系来自你个联信国际艺人嘅自庆腐染中喜事点线上，欢迎线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联信国际医院的副院长喜事点。欢迎院长哈来到鸦片。今日呢，我们在一样要讲新冠肺炎，对不对？不过一考一试来讲考试一下你嘅肉骨鲶鱼哦，我觉得这一句好有意思哦。我头以前跟你有没有按有意思嘅形容哈？你会来挑战一下嘛？我写本无安好，冇办法。捱來好誒，係講我用去了強調嚟講嘅，其實係個潘挑公道八。跟你哋先有人講冇？潘挑公道八，錯就會按用嘅意思。可能青島嘅鄉親朋友一看就知啊，我哋按用嘅意思，潘挑公道八起的意思是什麼？真的已經說到吼，不能再說了。就是我已經說了很多，已經潘挑公道八了，叫你待在家裡，你還是要出去玩，就會按用嘅感覺。好，所以其實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我已經講到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了，你還是不聽，潘挑公道八就會按個意思。所以這句話用到這個時代，用在國內國外都很有用。現在很有用，大家都叫 stay home。帶到副卡冇出去，所以你唔通都出去開趴，去做乜嘅很多活動啊。係啊，你像就愛講按用嘅議題就沒有什麼說服力。不過如果是許醫師講就很有說服力，因為許醫師講，按用嘅期間防疫期間，真正係潘挑公道八吼，你還可以 KTV， 還可以衝歌嘅，還可以撩，按用就真的較危險，對不對？好，了解你今日嘅勞工演繹吼，希望你嘅鄉親朋友有複習到，甚至就哎呦，以前嘅阿婆真嘅就會按講哦，潘挑公道八講唔通啊你，我覺得講這句話好有力道，按用嘅講講。好，今日今日同大家來討論就新冠肺炎，好，你看。我跟醒常坐好像有快要2公尺哦，有嘛哈？有。因为亚哈真营，我们最怕的就是群聚。你看，我们一直说泰嘎真营不要出去玩，你要在家里，对不对哈？你一翻个时间要周五的，因为大家会太接近，所以政府要供你买东西，然后你周嘛该1公尺是室外，然后室内1.5公尺就会从按用给体里。可是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泰嘎可能可以按例给，请商业报帮我们补充。其实为什么工作量、社交距离，这个你丑啦，或者是航路啦，为什么有的距离？最主要是以前有讲过，你第二摆新冠肺炎，最主要的是靠嘛飞沫。飞沫在按你走出去嘛，所以飞沫一般来讲不会超过2公尺。是你一个人练气功练得再好，你而且抽那个打喷嚏大概也不会超过2公尺。如果因为你光个7、8公尺这个少数，一般人不会超过2公尺，所以2公尺叫安全距离啦。如果你6-3，你譬如说你摸生屁啊，你摸臭啊，还没摸啊，基本上6-3年就是很安全的哈。那但是那个抹喷饭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戴口罩嘛。所以戴口罩没有2公尺也没有关系呀。你戴口罩，戴口罩，大家就互相戴口罩，按住。可以没有可以的，就是说2公尺距离就不是这么重要，所以2公尺最主要是够你没有戴口罩，我没有戴口罩，对，我们就小心你是病人或我是病人，对，所以用你要有2公尺左右的这个距离是比较安全，对，这叫社交距离。是，还有泰卡被讲都在特定人士跟非特定人士，因为泰卡就讲重的群聚嘛，刚才中医不下嘅时间啊，我就有家人同住，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旅游史、接触史，也没有家里也没有任何人嘛该隔离检疫确诊啊，你就每天这样一起生活啊，我回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持按勇跟社交距离？好，所以这个大家对这个部长讲的这个，其实大家注意到有2个条件，一类是叫非特定人士，非特定人士意思讲，比如说他没有来往的人，包括病人，包括外面的人，像你要去上班，你要坐捷运，你要坐嘛，你接触的都会非特定人士，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戴口罩，像捷运规定有戴口罩，什么？因为
在捷运你没有办法保持2公尺啊，你没有办法2公尺安全性没办法，那就你戴口罩，我戴口罩，对，大家都戴口罩，对，还有手不要乱摸，因为这个接触这个传染是很重要的，所以要随便乱摸东西，那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比较安心。除副卡，大家都是特定人士，对，或者是你的办公室底部度，大家都天天在一起的嘛，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外人混进来，你大概也不太会去接触到外人的，你就会赚衣服卡天天。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跟我办公室要不要戴口罩？所以其实要不要办公室要不要社交距离？所以就没这么严格，因为大家都是特定人士。当然你讲我戴没做一点，只是说就不会要求我按阳。那非特定人士，你像我做业务文员，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你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其实要是说，比如说我右边坐了一个同事，就他的状态也很轻胆损，你就会做一步下也冇真正去做嘛个较特别的事情，也汹涌，当你同佢见面，故说佢对我来讲就会特定人士，所以同佢公发嘅时间不一定按样嘅听出去带做人的，就按样的意思啦。不过欣赏你对我就会非特定人士，因为我喺做诺贝尔饮来嘅。所以故说你基本应该同欣赏有保持2公尺按样嘅距离，故说勉强没有带做人的，就按样嘅意思。阿哥不要忘记一点，现在大家都会量体温，对，懂吗？我要进这个客家电视台之前，我会量体温。有办公室里面大家都会量体温。所以才能讲特定虽然是特定人士，但是你今天体温过高用就表示你可能不漂亮嘛。就穿衣服卡，你可以神啊，就莫来办公室啊，所以上班，对，莫来上班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讲量体温还是很重要的。是，当然，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尽量做啦，不是说这样子做就100%，就轻量一周就抽不是说根本你跟欣赏工都按仔细，我们有准备一个社交距离的按用的影片，我们给乡亲朋友来看希望乡亲朋友看过就是更清楚了，所以你要绕墙，你给乡亲朋友看下来看按用的影片。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沙期防疫组组长何启功。武汉肺炎的疫情从全世界拆开来，为到爱降低国内沙期感染的风险，向大家强下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用公司来推压数，韩国遵守下摆几张原则：一，向头室内同病人爱离1.5公尺远，头室外爱离1公尺远。系有正确带罪的咩，就唔是受到社交距离的限制。二，同人到无主管卡面的场所，爱跪下的带罪的咩，像喺头天台内，也系食饭家下都冇讲话，食饱饭后的讲话，没有记得带罪的咩。三，年假结束过后，提醒爱生意自家抗天情形，希讲吃到人会唔痛快，记得爱带罪的咩，自家去本线上看，韩国爱讲游戏内了，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家，未保护别人哦。好，有冇讲到很详细？不过大家有发现冇？其实真正带罪人的系保护自家，也系保护别人。比如你吃到自家毛松松的，唔点用的，可能系感冒也系寒毒也用。你听说带罪人，因为你系保护自家，也系保护别人的。比如说，我们讲到口罩的重要性，右边有一个图，大家有发现冇？真的，我们按用比较起来，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戴口罩的。都是在亚洲国家比较多，然后没戴口罩都是像是欧洲国家或是美国，你看它的曲线真的是比较高。对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研究了哈。对，戴口罩了不戴口罩，那戴口罩最主要是，以前亚洲人戴口罩，欧美人是这个水平漂，你有没漂？你要戴嘛口罩看到莫看那样的实际上，口罩从 SARS 以后，你就发现口罩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自己，还有保护别人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美国没某年戴口罩啊，可是上个礼拜，川普总统他包括他的那个医疗顾问，劝大家都戴口罩了。对，那甚至我记得那个他的医疗顾问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然后这次疫情过后大家的生活会有所改变，慢慢改变。
以后不太能够随便拥抱，以后不太能随便亲吻，以后不太能随便握手，因为这些都是增加你传染的一个源头。是，所以古种爱爱用上啊，因为爱会知道，其实戴做的的讲食材法，迄讲呀，大家都清空天，空气清后，当然不是戴做的嘛，因为有时候戴久了呼吸也会困难，因为青豆给欣赏你松口的时间，很给戴做的松口，其实是吃力的。不过就会同大家讲，因为呀还防疫期间真的戴做的轻重要，没有任何新冠肺炎的时间，迄讲你。晃动你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要保护别人。对，所以用前面还有马改，你大家要注意该充电，真是聊下，你等下长再讲。欢迎走在绕墙的喜剧点线上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台高来讲，其实哇，最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有时候人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时候会发懒，会懒散跟懒惰。不过节目安永给节目就同台高讲，我们还是要很警觉，对，可是不是恐慌哦，不是紧张哦，可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对不对？好，不过上一段节目台高公斗嘛，就会带周延的社交距离，讲到周延呢，我觉得我一定要在。问医生，按用嘅问题，同本所有嘅乡亲朋友来理解一下，到底口罩可以重复使用吗？一般来讲，你口罩不建议重复使用，不是说所谓的重复使用，就是说不要用超过1天。你像我们医护人员，其实在不同的场合，我可能就换掉了。所以但是最久，比如说看门诊啦，那顶多我1天会戴一个，但一定要换。那当然以前时口罩模案多啊，现在比较多了，知道吗？所以还是建议说，非不得已不要是使用超过1天，或者是重复使用。为什么？你看在口罩上面有很多病毒。对，有很多病毒，因为它会累积，你就是靠它给油耗珠，它会阻挡病毒嘛。对，病毒其实在外面啊，你用太久了，它这个失去功能会失去，就会渗透到底部肚脐。那第二个戴口罩没讲做青菜苗，树摸些苗都外面的那个口罩，苗也再过来苗去感冒住啦屁股，病毒就会增密屁对，所以你大家按阳眼同他来讲，黑公你给口罩重复使用，比如说你。本身可能有嘛该你很多也好，或是有嘛该慢性疾病，因为你戴个周眼，你发现个周眼要不要有一些咪稀？还讲你本身自己那边整天得早上到晚上那边哈啾，还讲你咳嗽，所以它里面也污染了。对呀，有些没有抵按有个意思嘛，就会讲你按用周眼待那个时间，你外面接触到外面还污染，你讲你敌度。本气嘎给污染了，所以时常讲的，你听错一半，还有青豆给你，去医院拿个慢性病嘅药嘅，你就去到医院的嘛。所以大家还要注意，较谨慎一点。时常讲的，以前嘅资源唔拉嘅时间，真的冇法度。迄讲压真的有靠足够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更换。对，不过从这边简单同大家讲一下哦，一定要它真的已经流行，就是我们说放到电锅里面。洗上黑某啦，因为洗上以后真的要每天换啦。不过家里真的有人，所以其实轻便胆就是说你可以放到锅子里面，然后平放，然后呢加热开关3分钟打开，再放5分钟，好像被烤过一样。记得莫加水没触翻哦。醒长你真的，我觉得醒长真的好棒哦，因为俺公对公会用还知道过很完整。醒长说注意唔好加水哦，有没有触翻哦？真的因为底要干燥嘛，对不对？这就是说真的冇法度嘅时间，你嘅口罩唔拉嘅时间，做嘢唔拉嘅时间，你做得用按用嘅方式。冇希讲你真嘅有拉，像醒长讲，希讲你有出去外面那几年转来，还是建议你更换，对不对？好，你就黑。所以呢，不过停下来，更难的问题来了，到底病毒可以存活多久？好紧张，太搞了，可以嗨。这个，所以大家最看到这个其实人家讲纸啦大概这个都是几个钟头啦对。现在比较危险的大概3，所以从我们都在薯片烟通常我们都讲做个3。转去复卡清楚温高，当年温，
为什么？你可能病毒在你牙散对不对哦？所以散膜弯哦，因为它可以停留2天呢哦。对。那还有一个这种纸钞，所以以前这个以前也是看过外国人啊哈，对拿钱哈不要经过手。大家都摸一米啊，你摸米都拿钱啊，摸米都拿钱，就用另外第3个工具好了也走哦。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注意到不锈钢嘛干门把门把，那还有讲那玻璃木板，黑嘛干黑珠光你也要做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新冠肺炎的传染主要是飞沫传染，这种戳感的，但不要忘记了，飞沫会用啊，飞沫它不能超过2公尺啊，它会沉淀在你的做的蛋糕，就会比如说我压咳嗽。然后我就咳到对，咳到做，那我30分钟之内我去灭这种，我就可能会感染。然后灭又讲灭这个面啦、屁股啦、木珠就可能会被感染了。所以环境的清消为什么按重要，就是因为就等于跟我这些，所以不要只戴口罩而已哦。环境的清消很重要，所以人家懂说你买这些次氯酸水，或者是这个干嘛酒精啊，家里如果必要的话，还是稍微擦拭一下。那医院更不用讲，医院我们每看一个病人，contact这护理师就会拿在桌面就会清洗，就是怕会有这些病毒会停留到你这些的环境上面。是，不过你点望爱看到样爱清净种黑嘛该，黑纸钞，因为你当你去买东西赊给时间，你就会拿给钞票嘛。你拿钞票出去其实还好，不过你本你给钞票，你真给你给钞票黑唔黑？所以有嘛该污染？哎呀，这大家以前你。东久以前人家就底啊，纸钞是最肮脏的，上面有很多种的细菌跟病毒，就像有没有你做过实验啊？以前的领带边会剃垃圾的，因为里面很多病毒就是会存在上面了，所以就够了东西，所以有没有发现？对，而且领带没有每天洗，对不对？对呀。那摸钱买很多啊，开玩笑。不过这个就是所以散沫光。公演这个领带而亡因为这个事情双手，所以纸钞这个，所以这个有一点这种，你讲到对有些国家了它就是用电子的这个信用卡或是电子的那个支付，不用纸钞了，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可以减少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我说简单讲，也就同大家讲啊，尽量不要出门啦，在家里啦，对，然后勤洗手，就会按用个意思。然后工作场合刚洗常讲不锈钢嘛，你的把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泰卡就会讲，你要分你的肮脏手、干净手。比如讲，你听说要去上班的时候，真的没法涂，要去抽公茶嘛，你们拿到的东西，你就真的尽量用你的肮脏手，这只手干净手留起来，拿包包的东西啊，容易。所以还是讲的就是一个观念了哈。因为你讲了哈，一个医生跟一个护理师一年要洗几多拜数大概30次。哇！因为俺的接触病人要洗1拜，接触前要洗。所以这主持人就讲了呀，大家为什么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对，你去按电梯，你会讲啊，像大家都贴个那个，那个意义没有很大，因为你按了以后。假设前面已经在病毒在上面，你按了以后你就沾到了，所以怎么办呢？出去赶快洗手，或是那个酒精拿来喷一下、测一下。对，所以门把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勤洗手真的是很重要。是，不过讲到病毒可以活多久？然后医师也说要勤洗手。我们来讲吃吃。你说泰嘎上班真的没法度，就是外食族。所以你说泰嘎亚公起码该不管是枸杞也好，也是一般的自助餐。你真的不会少呢，你真的不会担心，因为你第一个时间太敢围着那个餐盘走来走去，从某，所以如果很多餐厅也采取了很多的必要措施了比如说第一个，大概一撒给都只能进去一个，那每一个排队你要隔2公尺，人家懂得的餐厅都有划线了，你就可以的。下一个完了你才可以往前走第一个就减少这条往社交距离嘛。对。那第二个这种错下的习惯干哈？
抓了做梅花座哦，啊，有这个餐厅是木安胎啊，比如用木板或者是用这个亚克力，隔板叫隔起来，大家吃自己的。吃饭给谁某供法？错，第三个吃饭有某供法，所以你会发现，按多位行为来，以前生活那么重要对哦，所以有点讲是好，但有点讲没有过去那种亲切感的快乐的感觉。吃饭做不得共发，这个很难受啊。对，不过主要会同台港讲，也在防疫期间，大家就是尽量做，对不对？以后才会有更美好的生活。我根本也空拥有准备一段，就是说外食自我保护的按用嘅影片同大家来分享。所以邀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你共下来看啊，今日เรา大家来準備嘅短片。大家好，我係貝爾，係我本視頻，然係老朋友起床向樹每世界下沒有注意風知道，我來老你講。第一，視頻車後記得要用茶菇食素，食草蟲蒙出，食圈平圖唔會是落毒。第二，錯然係大下超界下停錯愛記得錯嘅禮貌，唔好對人言老師傅韓國愛用三處來炸爛嘴老皮孔，尊重其他視頻嘅言咯。第三，春點盡量冇強下事，係講愛老朋友強下分享，愛用公筷母吹長衛生咯。第四，入錯後兩條同兩條頭氣頭轉條，然係薄平逐少解下，停錯愛記得地方下休息，唔好去我背視頻，等好咧，長老朋友強下起床長衛分享哦。所以，去到我背視頻，做唔得講法，係。然後要分開，不過真嘅就時常講，大家會知道一下嘅生活嘅形態改變咧。不過按用嘅改變，其實真嘅係冇辦法嘅事情，就會希望講疫情過後，我們還是可以恢復到原本大家比較好像習慣的生活方式。不過講起來真嘅呢，你同青島誒做嘅國家比起來，真嘅台灣一下係輕輕風，其實還算是正常上班吃東西吼這樣子。還有嘛嘅大家有個主嘢，你大家聊下，等下再來講。你講到去諾貝爾視頻呢，是接吃自助餐正經的生意哈，跟什麼嘅東西都會共用啊。其實要他正經，大家會發現，我們知道防疫期間大家都挺辛苦。其實你說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有沒有？台灣有青島嘅人真的受到影響。比如講，你青島的餐廳，其實都在放無薪假哈。可是真的防疫期間，大家共體時間就會按用你，大家都在家裡自己煮。好，這邊提到同大家來講，當然吃之前什麼都要清洗乾淨，要一定的，不過有一個親友醫師就會用水龍頭洗生肉的時候要注意，因為記得大家講嘅水會，那個生肉如果有細菌，那個水會濺出來，所以它要放到容器裡面去洗。這個是不是真的代表已經很保護了？這個我是當然這個是要特別小心啦，對，因為如果你這個生肉是什麼生肉？是冰箱裡的那個已經就是那個叫解凍的呢，還是新市場買回來的鮮肉？是市場買回來就給它扭呢，頭毛還很新鮮呢。是。所以剛用水龍頭洗，的確啦，所以有時候會萬一裡面還有細菌會噴到啦。所以意思是講拿一個就是鍋子啊，這樣子洗，不要這樣直接沖啊。對，真嘅吼，你像時常講，迄個你會注意到按多個細節，你真的注意不完。不過不管怎麼樣，大家就是盡量在家裡就對了哈。體內它的就會不用撩了哦，所以不用撩真嘅，大家就我覺得今天邀請醫師來到這邊，我們要跟大家講，台灣防疫很辛苦，很努力，所以大家還是忍耐一下，對不對哈？不要在這個時候，就像時常講，我們打球打到第9局下半，你不要這個時候就放鬆，通常在第9局下半的時候有可能失分。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高我們的警覺。所以連假可以出去玩嗎？
我知道大家都很闷那心情有些人闷出病来了当然有一说社会的奇怪现象跑出来，但是还是一句话，就是尽量不要出去，我们不要有群聚的行为那当然，你讲自己一个人这个空旷的地区看看风景，这个大概还可以的但是就不要有群聚，不要有4个人甚至更多人大家聚在一起那回头去想，这个大家都 stay home 在家里也没有不好啊，因为过去的亲情都流失了，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这个亲情可以这个回来了。哇，这个不是在温情喊话的感觉。不过时常来讲啊，你讲不要群聚，去山当中走的，我去露营走的嘛，你看看接触大自然，要某营啊。嘿呀，共识。他感觉很讲，给我们山当青抖音。对，哎呀，现在以前最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是最多人。以前最多人的，以后是没有人。是，所以还是尽量能够说不要出去了。那当然，这个你看国外啊，董多颖去爬山去那个喜马拉雅爬山，他不能出去啊，怎么办？他家里把它弄成像喜马拉雅山，天天在那边这样子露营啊爬，这个也可以，这是一种去搞这种心理自我的一个松懈的一个方式去搞一起找那个方式，你觉得你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其实乃慈都因为在家里的，就像行商公都是特定人士，所以其实家里还是可以相聚嘛，就在家里哈。不过真的黑公。你真的在假期过后，其实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自主健康管理。这边有一个表，同大家的分享一下。我们先从居家隔离开始讲好了。其实隔离没有什么好说，就是你一定要隔离嘛。黑公你也是有接触史的接触确诊者，你听说会隔离，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而且是卫生主管机关每日追踪你2次，而且会用手机的电子监控按钮黑公你可以居家检疫。检疫的意思就会讲你没有接触嘛该确诊者，不讲你一样行为很强用的，我们的里长会当一大天把去管刑你的中控，你有发烧吗？你有没有在家里待着？不过我们现在是告诉大家，就是现在的检疫，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者，有慢性病，黑共有幼童，一律就要住检疫旅馆。哎呀，这个对，很早以前很多人就有这个提议了就说我今天是有跟确诊者接触嘛，我居家检疫，对不对？或者是我从美国回来居家检疫，可是他都发现过。还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对，那当然很多家庭是有很好的这个叫做概念，是讲吧？你带蛋糕，你弄摸下来你信去改然后送饭不一信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居家检疫很好的一个典范那个典范就是按但是有一些人讲看好了吃饭就在聊天那个，其实这个很容易造成其他的家庭的成员会被感染到，像我们最近发现几个例子，就是因为跟这个居家检疫的有接触，对，所以才感染，所以政府才会这个提出来，就是说，那希望如果家里有这个慢性病的，有小孩子的啦，年幼的，有长者，那你自己去住那个叫做防疫旅馆，对，就是自己等于说是闭关一样的这样子对大家都好。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台卡会不小心放松，比如我爱中来讲，我爱可能吃到我觉得爱某用而且爱可能无敌，或者爱中来，比如可能医师是我的家人，我们同住在一个环境，第一天好像还防得不错，对，第2天也还很周到，到第10天的时候就放松了，就我想讲拿来，用哈斯班呀，不要结果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因为这样子接触，家人接触。就确诊了。好，姑说现在大家要特别注意隔离跟居家检疫，最后是自主健康管理。对，拜托一下还是行商讲黑公你真营你是避免外出，如果你真的要外出，你记得要戴口罩。对，像回来的时候要观察自己，对不对？意思这样，你做得到吗？可以尽量了，像每日这个量体温，反正我们这个평양这个。
单位每天都有人量体温啊，我们都要回报，而且我们体温过高的要报，以前的话都要甚至报到 CDC 去。是。第二个要报告主管，那甚至要交代你过去那个，像我们最近还注意到什么？对，不是只有你发烧而已，跟你同住的人有没有去过那11个地方？对，我们都很关心员工是这一个，因为有的话他会传给他啊，员工呢在医院就又传给这个医院的同仁，所以我们现在会把这个追踪的人会放大更多。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谨慎是好的，因为像个2个礼拜前来转去来狗狗不下，可是亲舅没转去的，因为就会有必要拿东西按容易，结果我狗狗就拿一个额温枪，来转去也不下，他说来，儿童先过来才可以进来我家这样子，我就吃到过。好像蛮可爱的，一瞪一下。可是我就想说，我也不会排斥，而且我觉得他这样的谨慎是好的，因为其实我是对他来讲，他都待在家里，其实矮黑高危险群，其实公众矮给容易会去的时候七嘎清定中，我担心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可能是代言啊很勇所以可是我觉得这种大家谨慎一点是好的。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互相嘛，互相。你量我的体温，那相对我会说，那你们自己家里面量，对，天量。狗狗跟狗有啊都有量，我给大家放心。我要靠安心，对不对？节目最后同大家来讲一下，就会嘛该咧，就会因为有青头的慢性病给人，以为吃到讲，因为我的慢性病的药已经吃掉了，是太太不讲哎。不敢回医院去拿，不敢去偏烟，错，对，有这这个偏烟我们遇到很多，所以当然有你讲，就是现在这个有在弄这个叫远距医疗，你们该事情你透过远距，你们是来偏烟，你透过这个远距，我们帮你处理。那另外一个是哪有现在懂得偏烟都直接不在医院，在医院的外面的小亭子，你直接去那边拿，不必要进来医院，你也不必这个就是那个，所以现在很多偏烟都有提供按来服务啦，就是拿连续做完做诺贝拿，不是去偏烟。还有就会讲，比如讲你3张也拿100那真人经营就卡注意就自我防护，出门就开始稍微谨慎一点点，要洗手所以你可以讲真的，不要说因为按用的管，真的没有，就等于是哇都没用的，按用要轻微一下。因为某些不敢去偏烟，某拿到药的些这样子造成的一个死亡，我们也发现说，在很多国家这个有增加，所以还得要注意，莫惊哈。那今日只是当感谢线上在做节目地，读到大家的分享哈，希望你家向新朋友可能今日节目定用，因为保护自己也保护朋友好，听年下来你来找人堂嘞。